台南正副议长贿选案件今下晡一审判决，民进党一个台南正副议长邱丽丽林志典，也有国民党市议员李文俊、李定国等10名牵涉在内，拢互判无罪。议长邱丽丽等人感谢司法行因公道，安那赢也讲判决无符合社会期待。另外，检方也表示讲，收到判决书了后，会搁再研究提起上诉。谢谢大家。深圳一局中，邱丽丽有点忝，暗过心情总算放轻松。台南正副议长贿选案至到下晡一审宣判，因为落妨害选举未遂等罪嫌，做了起诉议长邱丽丽、副议长林志典、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、市议员黄丽娇、李文俊甲李定国等10人，拢判无罪。郭在清与林志展讨论相关的情资传言，邱丽丽提醒林志展勿向媒体透露民国配置政党可能性等内容。依检察官所举证据，不足证明邱丽丽等人有贿赂及恐吓的谋意。法院认为通话内容无法度认定邱丽丽等人是不是涉犯贿选。2022年底议长选举进前，议员彭旭峰和林书记请上车，要求卖出席或一是卖到过信良。照彭旭峰等人的证词，也无法度认定是恐吓。判决的结果，那也表示尊重，不过承认甲社会期待有落差。这个有对价关系这明显的。有够有暴力介入，够有敢听到这么多证据，我们只能说，前礼拜就咧传讲无罪的啦。起诉案件到现在，我事实上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刻。邱丽丽甲林志典分别感谢司法行因的清白，因为两人伫调查期间，互民进党停权3年，一审判无罪了后，议会党团也马上诉求党中央恢复两人党权。正义到来，恢复党权。亏损案为调查起诉到一审判决，经过差不多1年4个月，即嘛判决出来。台南市府表示尊重司法甲议会处理，南京市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，会研究提起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